如果你有得揀特首，但係規定喺個框入面揀。2014年8月31號，人大公布咗831框架，就特首普選方法落決定。第一，提名委員會會維持喺1200人以內，由4大界別組成，包括政界、專業界、工商金融界同勞工宗教文化界。第二，喺出閘門檻方面呢，要有過半數提委，即係多過600個提委支持。第三，候選人數目限制喺2至3個人以內。喺831框架下，2015年政府公布咗政改方案。如果個方案通過咗，又如果佢哋今年有參選，呢個選舉會變成點呢？參選人要過晒2道閘，先至可以去到全民普選㗎。首先，參選人要入閘嘅話，就要得到提委會120個人提名。120個啫，入閘都唔係好難啊。咁出閘又點呢？今次提委要表決，每人最少可以投2票，參選人至少要有601票先至可以出到閘㗎。呢一輪表決係投暗票。過往2屆特首選舉，民主派最多都係300幾個選委啫，所以淨係得到民主派嘅支持係唔夠㗎，一定要加埋建制派嘅票先得。對呢幾個參選人嚟講，入閘容易，出閘就難啦。最後一步先至去到市民1人1票選特首，好可能得佢哋幾個先至可以出到閘，投邊個好？如果你有得揀特首，但規定喺個框入面揀，你揀邊個？